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14号礼拜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避免一直以来公立的幼儿园不足，引发家长每一档拢爱排队烧钱，所以市府教育局正全力推动私立幼儿园公立化政策。不过因为间欠缺沟通，加上8月就爱全区实施，必须积极，所以上午议会特别召开专案报告，希望化解各界疑问。市府教育局为落实赖清德伫市长任内所推动的政策，走全国进程，补助私立幼儿园和收费公立化，要家长一档只负担22900外块，就当读私立的。不过，间对试办以来，私立业者拢各类观察，嘛，互市府8月要全面开放申请的时程，必须议员积极，认为上过理想化、欠缺沟通、嘛烦恼的遥远市场。认为你这个案子很好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提早一点再推呢？这是一点。第二点，你今年2月会推出来，4月招生，事实上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短呐，真的很短。你没有跟业者好好的沟通，是不是让业者觉得说这个案子跟他们不是那么的实际化，他们才会排斥它。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间接性的。阶段性的去进行啊，你不是一窝蜂的，就是在第一时间我要宣布我要做我就做了。我想在沟通上面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对这3间私立的，还是甚至公立的，你甲想，你头壳咧讲，这囡仔过去拢无去读幼稚园，即摆因为较俗，较出来读幼稚园，我想这可能啦吼，有啦，但是你讲要完全拢是讲会当90几%，这我有那真怀疑啦。莫干那为着要贯彻赖清德台南市全国第一需要公立化第一个，佮认真咧做歹的政策推出来，我请教了吼，不管你要走无要走，恁教育局这官员编这4个执行力到年底也无超过50%的时阵。上面有责任。对此，教育局长虽然面对积极，不过相当有信心，一定会达成公私协调的多赢局面。第一个，对家长减轻他的经济负担；第二个，对幼儿来说，他可以早一点进入幼儿园。好，第三个，对于教保服务人员，他的工作有更多的保障。第4个，它对于我们这些私幼，它的永续经营，政府的挹注之下，让它呢更稳健。好，然后呢，达到公私协力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它是一个多赢的这个政策。第新闻管制林跟财富报道。赶快是教育议题，台南市高中小校长遴选，今礼拜举办说明会，不过因为教育产业工会后理事长前往会场录影并且直播，结果引发有人伫网络顶面公开侮辱。对此，校长协会认为忍无可忍，为了捍卫尊严甲制度，决定对录影的后理事长甲侮辱的网友分别提出告诉。台南市中等学校校长协会甲中小学校长协会伫议员蔡玉辉的支持，上午伫议会召开记者会表示，每一摆到了校长遴选，拢有人无小动作，除了进前的民调，企图影响遴选的公正。这摆竟是伫公开说明会用网络直播，加上我都控制连署的回应，的确有人公开侮辱校长是一群狗娘养的，引起校长不满。因表达忍无可忍，将分别提出妨害秘密罪加公然侮辱的告诉来捍卫尊严。持续进行这样的脸书直播那么我想这个违反了我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公布的一个注意事项，校长一个遴聘作业里面的一个法规规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攻击网友call in的过程当中就如同我们左边所呈现的我们的截图，那网友
这样骂啦、谩骂、公开侮辱啊，一群狗娘养的。我在想，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啊，教育人员啊，这样接二连三的发生这样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示范啊，校长啊、协会啊，当下呢马上召开临时理监事啊会议，几经讨论之后啊，我们就决定啊捍卫校长的一个尊严，以及啊这个整个校长遴选的制度，我们决定来提告。因为被控告的书中奥俊良特伫记者会现场旁听，对着校长的提告虽然表达尊重，交予法律来裁判，不过强调伊的动作拢是为了表达遴选制度的无合理。我们要推荐的校长，我要去录这些东西，让老师了解。所以基于这样的职责，我公开到现场去做这样的一个直播，我为了公益性质，为了我们学校去做处理。那当然，教育局的科长现场有表示不准我做这样的直播，但是我的观念是，我是为了我们所有的老师，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样公开的讯息，我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包括校长协会的一个提告，我们非常尊重。我觉得可以用法律的部分去做一个明白的清楚那我要特别要澄清的是，所有的制度我们针对的是教育局，我们跟校长协会其实平常也有一些合作，我们针对的是教育局它这样一个制度的不完善。虽然过去校长遴选拢曾经团结风风雨雨，不过这摆引发校长协会和教师协会却是第一摆。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过的。转我家心情，伫温馨的5月，南区区公所为了表扬伟大母亲，就会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大会。会中区长主动以为得奖妈妈来颁奖，为了因的辛苦。由南区大成幼儿园鼓吹的小朋友，依着热情的舞蹈，为会场营造出一款欢喜又个温馨的气氛。这届南区区公所所举办的“上爱妈妈，妈妈上赞”模范母亲表扬活动，这寡为家庭劳心劳力的妈妈，拢走上红地毯，依着南区区公所特别设计的“上爱妈妈”进场仪式来接受大家祝福和鼓励，同时嘛希望大家来感受母亲节的欢乐气氛。今年南区的模范母亲一共有17位，其中有15位是由我们各里跟各社区所推荐的。很特别的是，我们特别有表扬了2位我们那个洪家启能庇护中心的妈妈啊，他们要照顾他们的弱势或是有比较不方便的小孩，其实是比一般的母亲倍加的辛苦，所以我们特别利用今天的时间，也来表扬这样伟大的母亲。我想母亲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今天利用一个简单的仪式来恭喜，也来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代表我们李代理事长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和乐。那也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让每一位母亲不只是在母亲节快乐，而是在1年365天都非常的快乐。这届活动是由南区每一个无同款的里推派代表，总共选出17位的模范妈妈。现场除了颁奖仪式，也来了济贵宾到场祝贺，让这寡南区的妈妈拢会当亲身感受到温馨甲备受尊重的感觉。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伫踮大地震以后，引发社会各界关心学校校舍老旧问题。对此，教育经过校舍内进安全评估以后，向中央申请补强，也是铁度中建。要甲市民报告的是，该已经顺利争取到30亿的经费，以后将用伫130间学校、203栋的校舍，估计3档后完成。伫2006大地震以后，学校嘛成为受害者之一。因为考量校舍的安全问题，为此教育局嘛特别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校舍的内进评估，选出内进能力无够的校舍，以补强也是重建为目标，甲教育部争取经费，争取到的经费大约30亿，要运用伫全台南130间学校的校舍重建也是补强。在02、06地震呢引起的我们这个校舍安全的议题哈，那目前我们台南市在争取了教育部的这个总共的核定经费呢有30.7亿元哈，所以我们
被核定的重建跟补强的这个经费是全国最高的哈。我们预计在3年内，所有的这个耐震度比较不足的学校都能够完全的完成这个耐震的补强哈，让校舍的安全哈就不再成为一个隐忧。现在需要中建的校舍大约44栋，需要补强的为159栋。全部的工程预计伫3年后完工，希望到时阵会使提供学生一个更加安全的学习环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故宫山南台北院因小年初办彩绘会展的日程，这摆个邀请侪亲子做回来为合作形象，而且竞出当中优秀作品，在2号上午正式伫故宫的美术馆展出，同时嘛为今年的复旦特展加开序幕。5月13号是国定的佛诞节，同时也是母亲节。每一档的这个时阵，故宫山拢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这届南台北院就以着“我爱佛陀”画展作为系列活动的头一件，伫咧12号这天，踮故宫的美术馆来展出。现场不但有小小艺术家的侪多的作品，也阁有小朋友表演美妙的音乐甲活力满满的舞蹈。故宫的美术馆的馆长满洲法师除了专程参与，也向大家来说明着“我爱佛陀”画展伊所内涵的深刻意义。所以呢，我们从3好儿童到“我爱佛陀”的彩绘创作，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活动呢，我们的一个目的呢，主要是希望能够经过一次一次呢，的一个活动呢，能够呢，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在从这个熏习里面呢，然后从3好到“我爱佛陀”，然后呢，再透过这个展览，我们希望让小朋友，透过展览里边呢，可以让他有展现自己跟肯定自己的舞台。那同时呢，也透过作品的一个创作呢，我们也从中去发掘孩子们的潜能跟专长，也培养孩子们他的一个创造力。透过小朋友的一画一笔，画出对着笔的尊敬甲喜爱。同时，佛诞节也是母亲节，所以现场也安排了敬茶活动，向妈妈敬一杯感恩茶，让这寡小朋友自细汉就知影友好的重要。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为了做定的伽马嘎居士在2号开始举办佛性在神大法会，同时嘛首次加开世界摩尼佛的大灯卡，互信将来礼拜。嘛因为大灯卡首次于台湾展出，等于是为台湾的佛教留下历史上珍贵的记录。欢迎上师莅临会场。 5月12号开始到5月19号的佛生财神大法会，伫咧指定的格马葛居士庄严顶场，祈求着护持财神会当祝福信众健康喜乐。同时，伫咧法会过程的功德也会全部回向予台湾，祈求全体人民平安顺利。法会过程也首度揭开着释迦牟尼佛的对小大唐卡，这当讲是台湾佛教历史上难得的修建。 让唐卡能够以最庄严的形式
来与世人见面。之后我们只有展出1星期，7天之后，我们将会如数送到印度新德里噶玛巴佛学院，供养给当今的噶玛巴开业多杰，成为佛学院的永久典藏。在我背后是一幅超过600年的古董唐卡，我有幸可以得到它，也倍感肩上的重责。我们都有责任，能够光扬噶玛巴的佛行事业。最后，在为这一幅唐卡鲜红之前，我再度的谢谢大家能够百忙之中拨冗来参加，谢谢你们。释迦牟尼佛的短小大唐卡非常的难得，首度出现在台湾，也互现场信众纷纷翕相，记录下这珍贵的画面，并且心生顶礼祈求，毋望着功德福慧会当因此来增长。台湾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佛光山南台别院为了庆祝佛诞节，13号一透早就举办药布寄护法会，并且启动13台由信众精心布置分水药布，分别进入台南各区的社区，让更加侪民众受到佛祖的祝福。13号一透早，侪侪信徒就围坐伫咧佛光山南台别院头前，无用着去布置云水玉佛车做最后的打理甲准备。就是希望会当呈现上界完整的佛道形象，互加侪民众会当接受这一天佛诞节佛祖的祝福。南台别院的住持满洲法师嘛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来推广佛法进入人的心中，并进一步将慈悲来散播到日常生活当中。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佛诞浴佛，回顾与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将佛陀的慈悲无我的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随时给人欢喜，随处给人信心，随手给人服务，随缘给人方便。我们也祈愿佛陀加倍，让这世界的灾难能够消除，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幸福、更快乐、更安定。庄严的敬佛浴佛仪式，由侪侪贵宾甲善信大德一一向前，向着佛祖来礼拜，向着佛祖来献上上界恭敬的心。随后，这13台的云水浴佛车也一一启动出发，落实着佛光人、互人方便的理念，进入到台南的每一个社区，互侪侪信众会当就近，就感受到佛陀的慈悲甲关怀。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另外，主席基金会伫5月13号佛诞节即天，伫全球37个国家，总共展开将近500场的药布典礼，带以体会佛心、清净心灵作为重点，并且嘛要宣扬环保，期待当影响更加侪人。庄严的2018主祭浴佛典礼场面盛大，由主祭志工带领众信徒用双手来净洗，诚心吉祥礼拜佛像，过程充满欢喜，同时也当净化参礼者家己的心灵。主祭人也向大众来说明着浴佛真正意义。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慈济呢就会把佛诞节、还有母亲节、还有我们慈济日呢称为3节合一。然后呢，举办浴佛典礼，我们会来报佛恩、报亲恩，还有报众生恩。大家常常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还要浴佛？是要洗佛吗？事实上其实是不是的。好，我们浴佛，其实佛陀他都很清净。清安自在，也很清净无染的，所以它不需要我们来洗。
我们主要浴佛的目的，就是要洗涤我们自己的自心，关返我们的自心，好，让我们自己可以去除无明。好，那从那个礼佛主接发香的这个画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我们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安静。那也借此呢，我们也是为所有的众生来祈福。祈祷着平安以及推动环保理念是2018主席浴佛的主要重点，希望会当达到人人心灵清净，同时环境也备受爱护。落实着环保的概念，伫咧推动浴佛节的同时，也庆祝母亲节甲全球的自制日，这三大节日的结合，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福姆市好天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5月14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